大家好，我係紫微斗數師余言，立即同大家講講鼠牛虎兔下半年嘅運勢。屬鼠嘅人今年就係沖太歲啦，變動本來就特別多噶啦。下半年感受會更加深噶噃，切忌因為一時之憤啦，或者係衝動而惹禍上身入，亦都要多啲注意自己同埋媽咪嘅健康噃。下半年容易出現同血壓啦、心血管啦、發炎啦方面相關嘅疾病啦。財運方面恭喜你哋係有偏財嘅噃。至於屬牛嘅人下半年運勢理應係有所提升嘅，但同時亦都受到呢一個嘅業力影響啦。即係話你之前如果一直都係成日都行善積德嘅，咁就會見到有福報啦。相反你曾經作業嘅亦都會有因果報應嘅噃。下半年雖然容易有小人陷害啊，但亦都會同時出現貴人嘅。健康方面要注意腸胃啦。下半年你嘅直覺能力上升過，不妨依照自己嘅直覺去到行事啊，可能會為你賺到意外之財噶。屬虎嘅人士喺下半年喺事業上面容易唔滿意你嘅長官啊。屬虎嘅女性同時容易唔滿意另一半噃，記得多啲忍讓啊，慎防禍從口出噃。但你哋下半年係適合學習嘅，不妨將心力轉移到進修啦，就有助你哋嘅財運嘅咯噃。健康方面飲食要有節制啊，如果唔係就好容易肥噶，對健康亦都唔好嘅噃。最後係屬兔嘅人士啦，你哋下半年享樂特別多嘅喎，同屬虎嘅人一樣需要節制你哋嘅飲食啊，如果唔係都係容易肥嘅噃，亦都容易出現消化系統嘅問題。學習運都係特別好嘅，如果本身係有一啲特別嘅技能下半年亦都容易得到發揮嘅噃，從而令到你哋嘅財富有所增加噶。不過都要提醒大家，最準確嘅運程預測其實仍然係以出生年月日時去到計算噶，生肖運程只係俾你參考嘅。下次再同大家傾下龍蛇馬羊下半年嘅運勢啊。好啦，拜拜。想知道更加多有趣命理知識，歡迎訂閱寓言說美運。拜拜。